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水啊，治水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请大家起立来因信息第35首，主，我上帝至尊至大。请大家由咱徛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万念良心，列国领导，列起地下，列以清净的天，万的心压力出来，下面万的国度，请万下面国度的人，别对万立起，有救万快乐爱，因为国万的平等，东西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刷着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面前受苦，变死的死埋葬荣辱。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怎啊？咱用启应文来交托。启应文第43篇，伫信息后面1077面，就是以赛亚书第12章。伫迄日，你会讲：主啊，我要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受气，你的受气已经煞，你有安慰我。看，上帝，你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而称赞。
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你是我祖先上帝，我要尊伊做大。请坐声，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受水。伫迄日，你会讲，就感谢上主，有着伊的名，将伊的所造伫地邦报扬。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崇。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喜欢呼唱歌。以色列是神的上帝，恁着该祈祷，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日早时正兄弟姊妹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阮最近红叶主怀的教会兄姐来献上祈祷。感谢恁伫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恩典，感谢你，予阮有机会甲因斗阵行一段美好的道路，分享所有的欢喜甲悲伤。阮的心中充满了思念甲感恩，相信因一直伫你的怀抱中得到永远的安息，一定无受痛苦的折磨，只有平安喜乐。煞者，阮嘛为后个月要举办的长老职事界线来祈祷，求你赐予阮智慧，用神圣的一票，有照出上帝用来要重用的长老甲职事，未来为人文教会，过来完成寡济寡有意义的事工。最后，后个月是国庆日来临之时。阮嘛为台湾国际间的和平来祈祷，求你保护阮的国家远离战争，求你赐予阮智慧，互阮有用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促进国际间的合作甲理解。愿你的爱充满这片土地，互阮伫你的引带下，为未来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以上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学老，咱只是请少年团体来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咱感谢少年团体优美的歌声。怎啊，请大家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使徒行传第11章第19节至26节，甲第13章第1节至第3节。为着斯提反的事所生起的苦难，来四散的人骗行到腓尼基、古必路、安提阿，无对别人讲道理，只有对犹太人讲拿定。若是其中有古必路鼓励来几若人到安提阿，也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甲因支持，信来归伫主的，因的效力不止这。论到遮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见，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一定到看见上帝的恩就欢喜，可劝进人用心志结连伫主，因为伊是好人，有信心甲心满满，对安尼加添济人归伫主。伊去大数找扫罗。一定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伫教会中住职1年久，教示济人。佮核心清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至第3节。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若人，就是巴拿巴甲亲做年结的西面。鼓励内人路求，甲分封的邻军希律共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因服侍主。进食的时，信心讲，就甲我分派巴拿巴、扫罗来请我调因去东庄的工。对安尼进食祈祷，用手还因，就找因去。讲道。咱请张牧师来讲道，今日题目是来请主调咱去东庄的工。咱先来甲少年团体拍鼓啊，者吼。因为感觉伫都会区吼，少年囡仔也会晓唱台语吼，即嘛是稀有动物诶。后摆圣诗吼，较接近台语诶，你们很珍贵吼。哎呀。耶稣叫我来行天路，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有风台的风声，感谢你到这时，互阮会通有真好的天气，秋天凉爽的中间，来到上帝你的圣殿。我要将你应该得到的尊重、阿乐，你应该对阮领受的敬畏、感谢，拢会通过这个敬拜。来摆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你，互阮会通伫身体自由，也阁勇敢，会通来遮参加实体礼拜。阮知即时伫世界各所在，也有一寡因为距离的限制，也是因为身体的衰懒。因虽然真爱甲阮做伙伫即个现场，若是因无法度来甲阮做伙，因咧参加。直播的网络礼拜，愿上帝平平将因所徛起的所在分别做成，将这段时间有上帝你的灵、你的圣神的充满，你的阳光、你的祝福，也甲因三合伫咧。祝愿来到你的面前，事实上，愿逐个人拢带着无同款的心思意念，检测有快乐、感谢的事，总是阮检测嘛有真侪。也藏伫心内烦恼看路的事，毋那是为着整个大环境的变迁、世界气候的异常，也为着国家国际局势来看路中东地区的紧张的情势，伫以色列甲伫巴勒斯坦伫加沙走人的战争。乌克兰战争拢还未结束前，敢若阁有一个新的战争伫要爆发。
主求你怜悯人类的愚妄，用消灭对方来满足家己的虚荣，也是家己存在的价值。主，我也为着台湾来祈祷，伫新的立法院的会期开始的时，求上帝感动这些选民，付托因重大责任的这些大议事，用国家百姓的利益来思考，来促成上好的立法，也监督执政的人照起工来造福来保全台湾的安全以及百姓受到好的照顾。主，愿为着教会来祈祷，伫教会特别有一个变迁的时，你是咱们教会的头，你是阮的主，是教会的根基。愿你也继续扶持祝福这个伫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求你也听阮众人的心声，阮的祈祷，不管是为着阮的身体，阮甲厝里人的关系、经济问题，还是其他病痛需要面对，爱手术爱做化疗，检查爱有忍受侪这病痛所带来痛苦，也是阮需要照顾久长需要照顾的亲人。需要真侪耐心、体力，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因为你是创造阮的上帝，你知影阮每一人的需要，求你愿将这带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求你照你的旨意来回应阮动心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要大家做伙想吼，咱拢是消费者。我咧想，你去消费的时阵，当你去到 Costco， 当你去到超级市场，你要去消费，你有一个目的。我要来买 ice cream。我大概想讲，我要买青梅薏梅，是讲我想要来啉咖啡。你心内会想，我是要去 Starbucks， 还是要去85度 C 要路易莎？你拢会去想，你拢会去选择。买电脑手机即摆 iPhone 16出来我是毋是需要已经要换机槽我到底要用三星的，要用华为，还是要用这个 Apple 的？买车的时阵嘛是安尼，价值愈大，你的选择愈慎重。我毋知你安怎去做你的选择，去选择你要买的物件。你是凭着感觉，我看起来也是伊的包装。有时什么代志我拢毋知影，看包装真水，我就真介意。也是讲，我听人讲，这真好哦，食了对身体真好哦。有人甲我介绍，所以我就来甲买这样物件。也是讲，你已经对某一寡物件，你已经有根深蒂固的品牌的印象。这牌做了真有信用。听伊讲宜美真有商誉，我毋是咧为伊做广告啦吼。宜美的物件会买的，我捌听过这样的代志。所以咱大概要去消费的时候，你拢有一个品牌的印象。所以这个品牌有伊真大的价值。这个品牌伊，互人感觉讲是值得信任的，我愿意消费的。这个品牌价值真重要。所以这个有这物件足多了嘛。总是我这个品牌比其他的竞争者得到消费者更加大的信任感。当然我的销量就更加好。这是这个品牌管理的核心的部分。譬如讲，咱讲精品这我无讲真有研究，不过我一届旅行的时阵有一个真深的感受。我有一届去旅行去买一顶棒球帽。人讲10几块，咱甲出到8欧元啦吼，8欧元就抵到即阵抵到真舒适。即届我去旅行的时阵，有一个团游去 LV 嘛买一个棒球帽迄种个。我问讲你买偌济？我台湾钱算来差24000啦吼。拄好甲我迄顶帽拄好差100倍啦。看起来都同款，都敢若伊馆顶是印一个 LV 安尼。
品牌的价值啊，我唔知迄价值是安怎来啦吼。啊，带迄个我遮阳的功能啊是啥物？应该是差毋是足多。总是因就感觉我用即个品牌都有迄个价值感，啊，都有迄种诶价值，伊愿意用迄个钱。所以有人开始咧研究品牌真重要啊，伊的价值安怎形成的？当然有的人为伊主观的判断啊，你有迄个能力我较爱面子我较爱BMW我较爱 Lexus， 你可能有家己你个人喜好的判断。总是检测一个真好的品牌，伊会通到一个程度，嘛经过侪消费者口碑塑造出来迄种印象。我会记得以前啦，毋知即摆有较改善无？大家拢感觉吼，日本车真好用，省油伊故障率保养拢真俗，总是无安全伊钣金真小弄者都爱密密麻麻BMW 迄真高真好，欧洲车较安全。这是以前咱有即种对伫品牌对伫迄个一个印象这当然品牌是经过过去真长期伫消费者中间累积出来的商誉，所以有一寡人开始研究企业品牌的价值这你会通伫网络上查我去甲查2023年。500企业内底前10名，伊的品牌的价值这钱毋知哪算出来，我毋知影。伊讲第一名是 Apple，Apple 的电脑、Apple 的手机等等，伊的价值是5166亿美金这钱安怎算我无清楚。伊这个品牌的价值比2022年加73%所以今年伊的产品伊的各方面，互人感觉。真爱去接受伊 ，Microsoft 嘛增加78%，Google Amazon 这拢咱真熟三星的沃尔玛是10名内底唯一，沃尔玛是咧这个超级市场的伫美国较流行伊减比去年减15%的价值 ，TikTok、Facebook 还是 T-Mobile 还是这个。中国有一个商业银行，为什么伊的品牌价值遐尼大？我无清楚。第10名是安尼，所以品牌有人去讲，这个品牌你的价值非常的大。总是品牌有时会一夕崩坏。你即个做的产品，大家无爱大家感觉无好用，是你伤疏忽去破坏了大家对你的印象。我上会记是2014年味全迄个油毋知啥物油的事件，你会记得？2014年以前咱台湾消费讲南边是统一集团的世界北边是味全，伊的生意很好，味全一寡迄落。总是2014伊用劣质的油去掠着了后，品牌的一夕崩坏，所以要。把这个品牌顾好，甲擦亮，随常是战战兢兢。今年这个产品也是讲，互感觉迄间餐厅本来足好咧，哪有看到鸟鼠看到你若定定新闻看到大家讲我不敢去消费我不爱去迄个所在，所以经营管理出问题，然后消费者认同就渐渐流失让其他的同业竞争就起来，所以品牌嘛有崩坏的一天。所以商品有品牌，我咧想国家嘛有品牌，你敢无感觉？国家嘛有一个伫世界大家对伊的印象，每个国家给人的好感度，我相信我无去查，大概嘛有网络上查得到。国际上倒一个国家，互人会感觉迄个好感度较悬。一般来讲，咱住伫自由繁荣的世界，咱感觉迄个独裁。较落后、较贫穷的观感所以你对一个国家伊会感受、会影响力要去遐旅游无？要去遐消费无？所以有人讲无咱来倒一个较迄落最近我一寡朋友讲要去印度，有人印度足垃圾足落后
人甲我讲啊，北去过讲，印度足好耍呢，应该爱去看无共款的世界。当然咱每人拢有咱主观的判断所以我毋知你有即个习惯无吼？至少迄阵我伫美国生活的时阵产品摕到第一个看就是 Made in 倒位啦。若是 Made in China 大概都无啥爱去买若食歹即日本的大家感觉应该不会差到哪里所以即个就是一个即马 Made in 台湾嘛，不止受到接纳。你看到挪威要甲乌干达比，互你会感觉安那？南韩甲北韩共款一个文化、一个语言讲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什么款？国家嘛有品牌。如果国家有品牌，宗教信徒有品牌无？这是为安尼来想譬如讲各种宗教，互你主观的判断下面我是个人一个主观的一个概论，无讲歧视哪一个宗教啦不过大概来讲，对一种宗教信徒的印象比如讲佛教佛教你会感觉过去因是较出世，因拢伫庙寺伫遐修行等等最近为这个星云法师还是慈济，因都爱人间佛教，都爱入来到关心社会，因开始有咧变化起来。总是咱知影讲因不杀生啦，阮爱做功德啦甲各方面的这个感受，佛教徒是安尼。回教徒互咱的感受就是较无共因教规真严厉。你想讲阿富汗，还是这国家，女性要受教育权，都受剥削。因的教规一天爱几届祈祷也是安那因这非常的严厉修律法真强势因对家己的宗教迄种的认同甲迄种的忠诚，所以圣战士愿意用自杀攻击去消灭遐异教徒，因为认为异端呢，所以因的迄种的信仰的迄种的迄个强度，也是迄种的有一点攻击性的，敢若比其他宗教。基督徒一般互人感觉还不错，因为关怀世界咱对上帝有信，对人爱有疼，对土地爱有情，所以关怀你所上帝互你生存的这个世界。总是偏偏基督徒嘛有分的你讲长老会也关心的对象，浸信会、灵恩派因所追求的，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信徒伊大概嘛有互人一寡社会观感一般我可能主观判断讲，社会对基督徒的印象应该不是很差了总是这个基督徒品牌是安那创立的。当主国圣神降临了后，这12个使徒、120个学生，伫圣神充满开传福音了后，因开始形成一个团体。所以这个团体无名呢，因无名，都迄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上帝的迄群人。这人开始伫遐，因无创立党名，无创立一个名称，总是百姓真欣赏因。苏达兰二章47节，百姓真看重这群敬奉主耶稣基督的人。直到什么时阵？11章26节，人开始甲因讲因就叫做基督徒好啦，因为因是咧学习耶稣基督，咧学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所以基督徒这个品牌到第11章了后，我感觉这个品牌设立甲一个人、甲一个教会有关系，就是咱今日所讲的一个叫做巴拿巴的人，甲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你若知影圣经地图，知影安提阿有2个所在，叙利亚较挖伫即个耶路撒冷，离耶路撒冷500公里，搁较伫土耳其迄个所在，也个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咱咧讲的是叙利亚即个安提阿。
有人安尼讲，我毋知你捌听过无？若无保罗就无基督教，啊，无巴拿巴就无保罗。虽然安尼讲有一点太上帝有伊的做法啦，吼，无一定讲上帝一定爱安提阿甲巴拿巴，总是用历史来看，这有部分历史的事实。如果今日真正无保罗，咱的新约圣经就减一半。啊，如果若无巴拿巴去甲保罗甲伊带出来，啊，今仔日可能安提阿啊，即今日规个基督教世界完全无共吼。所以我想咱今仔日啊，要想的就是要安怎对巴拿巴甲安提阿教会来学习。咱已经讲过几啊届，耶稣甲因讲圣灵临到，恁爱伫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到遍地极传我的福音。总是遮犹太人。也是咱人的本性，就是受传统的束缚。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无清气的，阮才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圣神降临了后，因听罔听，因无去传福音嘛，因继续留伫耶路撒冷。啊，因伫个所在组织，大家真欢喜，开始有教会，然后选出7个执事，这7个执事拢非常的优秀。其中司提反伫遐讲道递告遮犹太教的信徒，听讲你这是亵渎上帝，用石头甲伊钉死，甲伊钉死了后，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迫害基督徒。上帝用这个咱想袂到、承受苦难的方式，来逼基督徒爱往外传福音啊！既然你拢袂叮当，既然恁感觉拢大家伫这个所在真好势。上帝用苦难、用患难，逼讲恁一定要四散出去。所以，司提反被钉死了后，外界压力、外界迫害就临到，才信耶稣的人，直到因四散去。啊，因四散去后，腓尼基、古比路，啊，古比路就今仔日的塞浦路斯，看咱有一张地图，然后行到叙利亚安提阿。所以，这人虽然去到遐的时，因心内嘛也。毋敢传福音互外邦人，无对别人讲道理，这人敢若传福音要犹太人讲，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敢若要讲安尼，总是3号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属下第3大的城市，除了罗马、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是第3大城，有足侪无共款种族的人、无共款文化的人、无共款语言的人聚集伫遐，所以因要讲予犹太人听，总是嘛为塞浦路斯来的人，为古利奈吼甲北非的地方，因来到安提阿，所以因开始对希腊人，咱知塞浦路斯是讲希腊话啊，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要突破。传统要突破咱根深蒂固的观念，毋是一个遐简单的代志。上帝用出乎人意料之外，用迫害，互福音传到四周围去。啊，这个大概地图，毋过毋是真清楚啦吼。啊，耶路撒冷伫这个所在吼，啊，在地中海，啊，加萨伫较下面，下面就是埃及。啊，叙利亚伫这个所在，安提阿伫这个所在。啊，我小可去查一下吼，毋知有没有正确。今仔日以色列甲黎巴嫩伫遮用要开始战争，这个安提阿是今仔日属伫土耳其，可能跟黎巴嫩很接壤的地方。古比路就是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岛。啊，摆咱有机会去耶路撒冷旅行的时，会通去。这是啊。保罗甲巴拿巴第一届传道旅行，就是去古比路，就是去这个岛传福音的，大概是这个情形。代志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使徒成做当时教会权力的中心啊。因听到讲，竟然伫安提阿有一群人咧敬拜上帝。所以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才使徒保罗、彼得因才听到了后，讲咱爱派人去关心，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因就找巴拿巴这个人去安提阿。巴拿巴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圣经甲咱讲吼，啊，这是使徒行传第4章36节，伊是犹太人，属伫利未族，总是
毋知几代已经徛起伫塞浦路斯啊，吼，迄个岛居比路。巴拿巴是伊的绰号，伊的本名叫约瑟，啊，人家叫个巴拿巴，意思就这人足够安慰人，所以甲取个绰号讲巴拿巴，迄个真够安慰人的人啊，迄个就是真够安慰人，所以甲叫巴拿巴说叫做伊的本名共款。啊，伊伫塞浦路斯有园就去卖去，啊，将所卖，因咱知影伫虽然第2章第3章，因为耶稣伫要再临，所以卖掉财产，大家做伙生活。这个是一个小有财富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有残恒，啊，毋知伫古比路，还是讲是伫耶路撒冷，伊就去卖掉，啊，将所有来下伫使徒的骹下，所以伊是一个绰号，是徛伫塞浦路斯的人。然后，伊受耶路撒冷这个使徒的差派去到安提阿，一到看见上帝的恩典遮尔大，有遮尔侪人信服伫基督的福音，就苦劝众人用心志。伊讲咱基督徒的活命爱甲耶稣基督相结连，所以咱爱追求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伊强调这，强调到一个程度，后来。迄个安提阿的人拢讲，哎，这叫基督徒啦，因就是甲耶稣基督要活出耶稣基督活命的款式的人。然后后面这句真重要，伊是好人，有圣神甲信满满。所以对安尼，因为巴拿巴好的德行、好的风声、好的社会风评，对安尼加添侪人归伫主。总是伊无独揽迄个功劳。伊想讲，我家己一个无法度通去牧养安提阿这个教会，教会这个基督徒，所以伊转去大数去找扫罗。扫罗迄阵非常不如意的，扫罗伫大马色拄着耶稣基督以后，伊想要去耶路撒冷，使徒无人要接纳伊咧。这个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咱哪有法度通接纳伊？所以扫罗是真没落，倒转去到伊的故乡大数。那是巴拿巴知影，这个是一个人才，这个是真实悔改，所以去大数找扫罗。迄阵伊也无改名做保罗，讲来，咱做伙来安提阿，请你甲我同工，咱做伙来兴起上帝福音。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就伫安提阿教会组织伫遐聚会1年久，啊，教示侪人。对安尼开始，基督徒的品牌对安提阿被建立起来。所以基督徒，咱今日讲我是基督徒，你来讲我是要学耶稣基督的人。因这人是伫巴拿巴甲安提阿信徒的身上看见基督，所以我想咱对巴拿巴来学习几样代志。伊真关心安慰人，伊是一个够安慰人。嘛有一天有人有绰号，甲伊叫做巴拿巴，迄是一个真公营的一个绰号。你是一个真关心别人、安慰人的人。伊是咧强调性命的结连伫主，专心听主的人。圣经直接甲讲，这个是好人，伊是圣神甲信心满满的人。伫咱的教会中，是毋是会通找到这种的人？伊是一个真有鼓励人，真骨力去牧养主的。伊也是一个永远互人第2摆机会的人。咱知影，伊是提先接纳扫罗进入教会人，毋那。伊接纳扫罗，咱知第2届传道旅行的时阵，保罗伊的脾气，伊讲迄个马太袂马可啦，马可袂当甲阮做。第2届莫阁招伊啊！第1摆这少年人出不了苦，第1届传道旅行一半途都流选去啊！伊都，所以第2摆巴拿巴要带马可甲保罗做伙做传道旅行的时阵。保罗无爱，总是巴拿巴讲，那安尼我就甲你分手，我带马可。伊是永远互人第2摆机会的人。伊个知影家己有限，所以伊伫遐招大数的保罗来做伙牧养安提阿教会。然后保罗伊的光芒越来越显现，伊是我看成的，总是伊即伊的光芒比我更较伊全退居幕后。但对巴拿巴来学习这。这个是安提阿的地图，大概介绍安提阿是耶路撒冷北边，这大概
毋是真重要，是伫当时规模是比罗马以及亚历山大较细，罗马帝国第3大的城市。所以伫安提阿教会里，咱来学习几项代志哦。你看，对安提阿教会中有一寡先知有教书，巴拿巴甲称做年结的西文吼。年结是啥物？年结敢若就 Negro， 你捌啊？黑人啦，黑人伊的绰号就年结啦吼。西文伊是黑人，古利奈人伫北非吼，罗球以及芬芳的邻军希律当朋友，会通甲希律做伙伫宫廷长大，这个人是贵族啦吼，应该是贵族玛廉以及扫罗。所以咱对伊咧描写这个人来看，这个名来看，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无共款社会阶层，有贵族，嘛有奴隶，有希腊人，嘛有为北非来的人，有讲希腊话，等等这，因拢三角结连。因为耶稣基督是因的主，毋是种族，毋是文化，毋是阶级，是因的主，是耶稣基督做因的主。所以安尼都对保罗影响真大，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伊伫巴拿巴的身上看见即种的形象，所以伫腓立比书勉励腓立比教会讲，恁都爱亲像安尼，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恁才有通结连。大家毋是有家己的私心我是本省人，你是外省人，你是客家人，大家伫迄个所在分，伫基督内底无即种的分别。人咧做教授我是咧做工的，我是蓝领的，伫教会内底无即种的分别。所以安提阿教会特色，第一项来讲，伊是平信徒。咱毋知安提阿教会什么人建立的？毋是使徒，使徒是后来听去才派巴拿巴去的。这受迫害基督徒去到安提阿，伊讲咱伫这个所在开始聚会，所以毋是使徒所建立的，是遐因为司提反事件四线。一开始的顺序只有传到犹太人，后来因也传到外邦人。因是多元化的教会头先有讲，不管是种族、语言、文化等等，因是有一个行动力的教会。所以因会伫采传伫赈灾，咱看下面即几个圣经，因经过祈祷、经过印证了后，就马上采取行动。咱来学习面祈祷。当保罗甲巴拿巴伫安提阿1年久了后，有一届因咧服侍主，甚至为着要求上帝对教会会引出异象的时，因禁食。伫禁食的时，因即个咱毋知影是啥物经文，圣神竟然真清楚，互教会的这领导者知影，就甲我分派巴拿巴甲扫罗来请我调因去担当的工，指明即两个毋是个咱教会上重要的人，即两个若派出去，咱安提阿教会毋就倒落去啊？圣神真清楚来指定派巴拿巴甲扫罗，总是这人通过禁食祈祷，因用手法就找因出去，所以叫保罗的3摆传道旅行。所以求上帝旨意的时是禁食祈祷，圣神个人就指示因爱安怎行。这是一个用祈祷来追求异象的教会。咱咱们教会有这种一定愿意用禁食祈祷来追求上帝对咱们教会异象的人也无。咱来对安提阿教会学习爱心，因为偏偏迄个时阵有一个先对耶路撒冷来，伊叫阿加布，伊来到安提阿的时阵，上帝可能通过圣神特别甲伊指示讲，伫无偌久的将来会有饥荒啦。挂号圣经的作者路加特别注明，这个饥荒伫无偌久的后来，果然真正是一个真严重的饥荒。伫罗马皇帝克劳丢的时阵，有这个事，所以耶路撒冷遐信徒无物件通食，大家非常的艰苦。所以阿加布甲安提阿教会讲了后，对安尼这学生定着意思，那安尼咱就开始准备，就扣钱叫因达人的气力来攻击犹太兄弟。
去供给耶路撒冷母会这兄弟姊妹的需要，因就照安尼行，然后将这因募款来交予巴拿巴甲扫罗，交等于到耶路撒冷，所以因真有疼心，真有疼心去关心，听见有需要，听见兄弟姊妹的欠缺，因采取行动，真做其他人的祝福。第三，咱来学习的采传。保罗3摆传道旅行拢为安提阿开始。第一摆传道旅行就是咱所读的，当圣神指定巴拿巴甲扫罗的时阵，因换手就找因出去。第二摆传道旅行的时阵，他怎有讲？本来保罗甲巴拿巴要做伙，总是巴拿巴要带马可，保罗讲这少年的不可靠，所以外，所以保罗转去找西拉。所以因两组会全分开，这是保罗第一摆传道旅行，伊就无甲巴拿巴，伊甲西拉做伙去。安提阿教会兄弟将因交伫主的恩。第三摆传道旅行嘛是为安提阿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造就保罗，也支持保罗的传道旅行。是一个保罗伊传福音真重要的后盾甲支持。所以安提阿教会互咱的指示就是启示就是71年来，上帝设立咱的教会。咱伫这个所在，亲像安提阿教会，咱是毋是会通学习因伫祈祷、伫采传，讲伫对其他的教会疼心，是讲咱伫这个所在71年已经传统到变做讲，我做真享受来做礼拜，礼拜通看真侪兄弟，咱互相交谊，互相关心。这样就够了吗？上帝心意敢对咱们教会干那安尼尔？是毋是亲像安提阿迫切祈祷祈求上帝？你对阮有啥物心意？你爱阮安怎做？你爱派？你要爱阮找拣啥物人出去去呼召伊去行？你要爱担当的工。所以咱们教会。我想有时咱伫长老会这个小小圈子里面有一点 proud 了哈。我台北咱们教会风声袂歹我们是井底之蛙啦。咱干那你讲我们算是咱做礼拜无到200个，我们只是中小型的教会啦。不过迄毋是咱会迄落70几年来伫长老会圈子内底风声可能。还不错他们水准真高等等，但是这个品牌真的是上帝的认可吗？你要拿过去来擦亮这个台北南门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干那咧聚会，不是干那伫迄个所在咧享受呢。苹果大概新的产品来，大家拢真期待iPhone 16有啥物新的功能等等。咱这边换牧师新的牧师来有伊的意向，有伊的看法。咱要安怎去擦亮这一些互咱的教会重新来有一个新的世代转型，所以扩大咱生命的容量，扩张咱教会的境界。咱有啥物所在通好继续来努力，转变都会型这种有一点人际关系疏离的现象。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你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对阮的心意到底是啥物？你要转型，当然会有痛苦。当然阮足习惯10点半做礼拜，你10点半毋通甲我改。我习惯安尼，我就拢几点去。我想咱会通去重新思考，为了教会整体利益，我愿意来调整我家己，而不把那一些当作是永远袂当改变的。我想新的牧师有可能伊有新的做法。最后我想用这个CEO 这个Amazon吼。这个伊有伫，即我真早以前伫这个 Princeton 毕业典礼，人拢请这出名人去演讲吼。伊有伫遐有讲到几项 ，We are what you choose。你会选择诚做你是什么款的人？这篇演讲网络上我想你也找到啦吼。选择教会选择，你个人人生的选择，比天赋更重要吼。咱今仔日上帝互你。音乐的文书、数学的文书、管理的文书，大家人拢无相像。你要安怎好好去使用你的文书，是这种选择。我要把文书做伫歹的方面，做伫好的方面，
要来行住吊瓦的使命，这是你的选择。你们会怎么样做选择？以这英语我想真简单用中文来翻译，就讲你咧做选择的时阵是讲阮过去都拢安尼，所以我就照原来安尼来做。是你心内有一个热情，感觉讲我需要不要满足于现状，我需要有更加大的热情去创新，是勇于创新。你选择一个你都已经足好啊！咱都会通做礼拜，通安尼是你愿意冒险去过你的人生？你要坚守信念，是讲你会掩饰错误，是会坦诚道歉？确实，人不是完全人，一定有一寡做错误。有的人面对错误的指责，伊是极力的掩饰。总是如果真正我是唔对，我是不是会坦然的道歉？这个网络上都找得到，特别对少年人，你们就回去找找这一个网络贝佐斯的 Princeton 的演讲。所以当咱要可以通选择的时候，选择塑造了你的人生，选择和你的人生无同款。太阳花学院造就了柯文哲。柯文哲的聪明，选择了他现在的状况。毋茫咱有一个智慧来选择上帝呼召咱来行的工作。我想做一个基督徒，你甲我咱做伙一个立志，就是我的选择是上帝，我伫世间一天，互我伫这个地位，互我伫这个所在，我要努力来成就主呼召我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要去担当的工作，咱做伙用这个金句来做咱今仔日的学习。圣神讲，就甲我分派，唔知咱得要选中级吧？咱要选长老执事，无一定是你，无一定是什么人。毋茫上帝圣神感动你，来行上帝调伊去担当的工，你会通家己的名也放伫内底。圣神讲。就甲我分派张某某，我爱你去行，我调你来担当的工。使徒行传13章第2节，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会通伫安提阿的教会，伫巴拿巴的身上学习到，阮会通反省学习勉励的功课。愿你互阮会通诚做堪得承担成就。上帝，你呼召阮去完成的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多谢张牧师的讲道。我咧读这个圣经使徒行传的这两章这几节的时阵，因为我是足含慢的，我是用背的，大家拢听得出来用背的。我听张牧师讲道了，我就足有感觉的吼，都因了解讲咱这段伊内底的意义，然后希望大家拢会成做别人心目中的巴拿巴。咱只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请起立。
请坐。奉献，咱请家宏甲一路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来唱奉献的歌。请坐。消息报告：第一，欢迎大家来敬拜。礼拜六请留落来互相来请安，嘛欢迎到地下室来做伙来享用爱餐。咱奖学金的募款，为了鼓励咱教会今日来拍拼，今日咱教会奖学金募款主日，请有关心感动的兄弟来奉献。召开好会，10月13日要召开秋季的临时好会，改选部分任期届满的长老甲执事。迄天第一场的礼拜是暂停的，咱做伙来参加10点30分的联合礼拜。今日咱有公告新的会员的名单伫咧公布栏，假使有无写着的话，请上小会书记吴长老来欢迎。长职改选，今年任期届满的长老有白佑谦、胡宗阳、赖明恩、陈正光长老，执事有李梅新、陈怡如、梁家宏长老。咱执事，只是咱会将选出来即届要选出4位的长老加5位的执事。夫妇团契，今日中昼12点30分，伫教会5楼的举行9月份的例会，会中咱会举行专题的演讲，甲干部的改选。咱请分店长老来演讲海外义诊杂感，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第4季的新事例，10月至12月的事工有定表一定安排好后，请兄弟来尾目，假使有要改变，还是甲人对调的，请通知咱办公室。嘛，请来兄弟来做伙来参加，大家团契聚会甲活动。后礼拜日10月初6是世界圣餐主日，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拢会伫即日来做伙领受圣餐。咱2场的礼拜拢会公守圣餐。咱即季上尾一届圣礼典是安排伫12月29日，就是有要洗礼、献圣礼，
幼儿洗礼的人，请尽早来互咱张牧师知影。教界消息甲大道事项，请大家下这看周报，咱请张牧师来补充。咱伫具体关系方面有两个，可能互咱较毋甘徐世斌兄弟过身伊伫即个拜五会伫遐举行个别礼拜伊的囝儿拢伫国外，即摆抑搁咧赶倒来中间咱为着遗族来代祷另外咱陈干事陈哥的爸爸也伫9月2日过身个别礼拜伫拜五。同款迄天拜五吼中昼12点所以咱为着遮遗族愿主安慰夫妻，毋知我需要特别介绍的人无？即马先代表教会来欢迎，谢谢这些。恁台语敢听有？听无爱较早来做礼拜的吼。也听无听过你的关系哈我就两个事情，请咱大家带到。咱后礼拜要圣餐请咱准备心。第二项就是咱行事历已经好咱伫第4季10月、11月、12月有3摆是联合礼拜。第一届联合礼拜是10月13，迄天咱要选长老执事。我拜托咱大家今日周报莫留咧请你甲周报摕转去，伫咱周报的消息版的即刊下面遮有写出长老甲执事的候选人。执事的候选人是咱顶礼拜预选的时候最高票的这一些人请咱倒转去亲像学习使徒行传，甲咱讲用祈祷的心伫迄个所在来。用你的选票呼召上帝要使用的工人但望一切伫10月13会通真顺遂，所以请咱特别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因为中执会是教会真侪代志决定的一个决策单位有真强的中执会，教会才有气力通去做代志。第二个就是11月。咱有一个也要请咱大家特别带到的，就是咱10月初10咱即马甲中会申請，伫迄天咱要揀選新的牧師那是迄个是一个更大的代志新的牧師小會漸漸會甲咱介紹，互咱更較明白伊10月初10迄個號會照法規的規定。會員愛出席2/3，10月即個中集，敢若出席一半就會使，就會通成會。所以牧師的選舉比較嚴格，迄天都愛2/3出席，2/3人同意，即個牧師的聘任才會通完成。所以大家盡量先甲11月初10的時間甲安排，甲排除掉，盡量伫迄天來參與。中會會派人來主持聘牧的監選。12月的聯合禮拜是伫聖誕節，所以咱迄天後一季有3擺聯合禮拜如果恁有事項，請你炸這個行事曆回去好好看者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咱今仔日我無個特別需要介紹什麼人啦咱就。直接咱就唔免搁用迄个平安礼啦好不歹勢我事情我驚拖傷久，大家為了愛上廁所咱直接來。那請鬥陣來因信息396首，打尾散會求主賜福。結束時請張牧師祝禱。
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带祝福，甲咱们教会以及咱正大家三德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请坐，灭倒，闭会。